在南区大拿里长刘小明积极的争取，经过交谈2个月，总算看到新建活动中心的经费被核定。市府并且选定25号举行动土典礼，包括市长黄伟哲、立委陈廷辉、林俊宪、区长加民政局长，以及南区所有议员加里长，拢几乎全部召到场面热烈。前途海地平安，金钱地国。你前途这个动土顺利，一切平安。三前途这个钢铁稳稳，离婚从容，气温两冲啊！掌声鼓励发财，祝你圆满共度成功。因为动土当天拄好是大拿里长刘小明54岁生日，区长萧秀华嘛特别安排庆生会。李里长嘛感谢市府送予地方上大的生日礼物，并且表示未来活动中心一定会好好使用，要让伊变成梦仔馆。我等了9年2个月，我等9、2个月。从我上里长之后，就一心期盼这个活动中心是能够成立。我经常告诉自己，不是因为有希望才坚持，坚持下去就有希望。所以我坚持了9年2个月，感谢黄伟哲市长给我这个机会。新建的活动中心位伫公37，总经费大约4000过12万，2楼的建筑物。1楼大约占地200平，工期360天。市长承诺，明年里长生日进程一定会如期如期来完成。这个活动中心360天，所以明年你的生日以前就会完工了好，安内会使那我要拜托，只准提前，不准延后安内好不好工程品质要保持哦，所以要拜托李建筑师。还有拜托李董多帮忙。除了活动中心的兴建，另外大拿里嘛希望争取南区的国民运动中心以及特色主题公园，希望带动地方的发展。对此市长嘛回应，会请中央的民意代表协助争取经费，加上地方配合款议员的支持，希望会用早日来兴建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